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4月7日。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到12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通对人乌白行。信仰的立场必须爱坚定，信心必须爱坚固，但是对着人，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本身。基督徒更较需要细字愈是这个吸引人，愈是神奇的代志，就必须爱更较谨慎小心去面对。最近有一个朋友传一个影片互我看，就是伫亚洲某一个国家所举行的这个基督徒的伊甸特会。影片的中间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因宣扬讲自出世就拢听袂到的查某囡仔来上讲台。台顶一位穿甲真非常高级一衫的讲员，骹手安尼真正安尼舞甲佮好若亲像咧祈祷，然后就两个手掌换着囡仔的双耳，无偌久，这个查某囡仔就会通对声音来转头，并且对着讲员的话语佮点头来做回应。伊的爸母也非常欢喜，咱做伙咧哭。现场呢嘛是安尼真热烈声音，大家拢真欢喜。讲完佫较是进一步坐摆来这个测试这个查某囡仔的听力。现场的气氛佫较是激动。但是牧师的观察重点是查某囡仔对声音以及对讲员话语的反应，非常的稳，并且用点头来回应，会通讲是对答如流了牧师的问题是，一个对出世拢听袂到声音的人，第一个听到声音的反应会遮尔稳吗？一点拢袂激动吗？然后对伫讲员的提问，佫是安尼真有条理来点头回答。第一个听到声音就会通听有人在讲的话吗？查某囡仔的反应好若亲像被教导过，回应甲真拄好安尼但是现场的气氛，咱会看到差不多是所有参加特会的人拢安尼对人在话休。欢呼的声，那亲像雷咧动，反映着当时的一个情景。咱真正望这个查某囡仔真正是对出世了后拢听袂到，然后因为上帝的恩典来得到医治。上帝要透过伊的苦难来彰显上帝的权柄，就好像亲像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讲到。总是上主决意，互伊受压碎、受苦痛，互伊通献性命来赎人的罪。伊会中会受、看到行行顺顺，互上主的旨意通通过伊来实现。经历受苦，伊会看到光。对伊的体验，伊会心满意足。我义的仆人会互真侪人成做义人，伊要担当伊的罪过，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着得到的份额，甲强猛的人分战利品。因为伊甘愿放杀性命到死，互人列入罪恶的名单。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佮替罪犯祈祷。
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作者嘛提醒咱，毋通偏离真道。真道就是咱爱去辨明真实，或者是假先知的作为。现代中译文译本将这个毋通偏离真道翻译做毋通对人乌白漂流。经文是安尼讲的，所以咱着搁较注意所听到的信息，才免得偏离真道。因为通过天使所传的信息若有功效，背逆无顺从的人就应该受到刑罚。安尼咱忽略遮尼大的拯救，那会当闪避着所受到的这个刑罚。主本身有大声宣布这个拯救，听见的人嘛有对咱证实这个事。上帝各用神迹、奇事、大项大权能的作为，照伊家己的意思所分配圣神的恩赐做伙作证。上帝无将咱所讲这个将来的世界交予天使管理。毋过圣经有一个所在最前讲，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使荣光尊贵做华冠互伊滴，互万有拢降服伫伊的骹下。上帝既然互万有拢降服伊，伊就无一项无降服伊。毋过到伫现在，咱还未看见万有拢降服伊。咱看见迄位比天使较小看价的耶稣，已经经过死的苦痛，得了荣光尊贵的华冠。安尼靠上帝的恩典，通为着正人死。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上主啊，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起，我的心神，我的身躯衰弱。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尽，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我的溃烂因为我的罪过衰烂，我的骨头孤单，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我的厝边甲我侮辱，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伫路年看到我的人拢闪避。我亲像死人，互人袂记得，无人笑脸。我亲像破去的器具，互人献杀。我听见真侪人世界在造谣，周围充满恐怖，因参详要攻击我，计谋要害我的性命。上主啊，我腰骨要倚靠你，我讲你是我的上帝。我一生伫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甲困逼我的人。求你用你的面光照你的仆人，照你的慈爱拯救我。恳求上帝帮助阮，会当坚定相信，无受到一寡奇异现象所吸引，行伫主耶稣基督真道顶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